啊，特别有唱到亚威，今日得过呢台湾原创流行大奖，提多名的唔伫等下好好唱高机啦啊，很多曾仲伟，来，到场欢迎曾仲伟。哦，还有上的这样个哎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之前参加那个奖项，你的创作的歌曲得到第几名？拿到佳作。佳作，嘿。哦，啊，黄老师他是黄老师拿到第3名，对，第3名有10万块钱，啊，佳作呢？佳作6万块，哦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，哦，这个是很好一个激励的一个动力啊，系啊。本科就是学音乐吗？学音乐。是学音乐吗？不是，我是学资讯科学。哎呦，写程式。那你怎么会跳下来想要做一些创作的这个曲？就是因为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后来就开始创作也是不错，然后就开始创作这样。词曲我觉得很起嘎做哎。爱妈妈让我爱写哎。妈妈写词。妈妈写词。你来做曲，嘿。哦，无学音乐，你还起嘎就在做曲。应用的做会到哈。电脑可以办得到的。就是因为我有弹吉他，然后有好音乐对。更用创作用唔创作其他出群的语言的歌曲用，上去创作客家。因为爱系客家人啊，所以讲。还是就是跟黄老师一样有使命感啊。对。还有我相信妈妈对亚个影响每一台哈。从小耳濡目染。而且我从小在竹东长大，就是常会听到传统山歌，常听。大本营的。竹东迄安尼歌唱比赛，系啊，真的佢讲大本营的，所有台比赛。总统比啦，乜个比，全部都你给他比。总奖比赛啦。所以听讲今比等下创一条歌曲，有结合传统3大调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想说要就是融合，就是古老的、传统的，还有现代的，所以。相信下一拜哈，得到台湾原创流行大奖啊，对于黑一的同学嘅开始哈。安乐堂曾仲伟哈，今日带来乜个歌曲？今天带来这首叫做《恋童发》，恋童花。恋童发，好来弹过来，好来。哪有来小男子啊，从公流来水南，自雄流。滚流来冲啊！三间老祖先，开山又甘甜，都该上家都在，下家都。泰山背，总有痛，总有心，有痛开头发嘅头子，有时也相思，有时开发满山梦，有痛呀有痛，有痛开发满山爬。满山爬爬的油头发，奈了水，奈了水，看到头发，冲到客家，嘿嘿嘿嘿，爬爬将将的头发，都该跳蒙蒙，蒙客家的。
嘅柚子，准我看。真的太棒了！谢谢。哎呀，真的要跟你们这一些新的年轻的创作者，真的按好多个赞，真的。谢谢。哎呀，真的，所以我们按受有的观众朋友真的要多多支持，还有对吧？客家的创作歌仔哈。中文也哈做歌的做一道条哎。10条左右，很左右。10条，是做的出一种唱片的。对呀，有按用的给帮吗？是希望之后会，希望可以有一张自己的作品。跟那个做的退伍。可能还要就是明年7月退伍。明年7月。希望下次就是可以拿专辑来。那现在就好好弄，希望你继续为我们客家歌曲在打拼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加油，谢谢，好，安主席，大家，谢谢，非常好听的艺术连统法哈，唱都又好，歌曲旋律又好，有下都懂吼。